新界區價錢租到中環級數嘅單位，呢間唔介紹唔得啦。Hello， 我係 Yanny， 今日帶大家開箱荃灣地標有線電視大樓，大門用密碼鎖出入，配埋電閘，安全又方便。睇下我呢個建築2161尺嘅空間，行咗個圈，超有空間感啊！裝修仲要靚到癲，天花冷氣一早整好晒，現場仲做咗好多極貼心嘅入牆櫃俾你收納，地下位置亦拉好晒電掣位，擺位接線超順手啊！呢邊仲有個好得意又實用嘅專屬電製房，整體度爆燈。過埋嚟窗邊睇下，呢度坐擁超高層無敵開揚景，採光度十足。左邊有玻璃房，空間超級闊落啊！除咗有入牆櫃，居然連電視都裝好埋，啱晒做會議室。第二間房同樣有齊冷氣同入牆櫃，空間都好實用。旁邊仲有個隱藏嘅房仔，專門俾你當雜物房放貨同埋收納。呢個2161尺嘅高質單位租金只係29,800，有興趣就快啲聯絡我哋睇場啦，拜拜。